市有駕駛陽性發作去弄邊高道頭前的紅門塗條啊，嘛有人食酒醉半暝半停佇咧路中央。有民眾佇北台大本講，閣再看到中國去年船走入來台北港，海巡署長回釋咧，講是執勤人員的疏失，會閣再檢討。哥倫比亞發生規模7.4個大地震，已經100多個人死亡，87個人受傷，超過1600棟厝受損，全國進入緊急狀態。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8月11中晝新聞，我是麥尚瑩。先來看哥倫比亞昨時來發生規模7.4個大地震，上無已經有111個人死亡，87個人受傷，嘛有超過1600棟厝是嚴重受損的。即馬新上任的總統艾斯普雷亞伊是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也親身去到應變中心指揮調度全民救災。大樓因為海甲燒大力全崩去，四界攏是營野，民眾驚甲四界走。哥倫比亞西部伫當地時間8月70透早發生規模7.4個大地震，真濟人猶閣咧困，就予海甲精神，趕緊走出來外口。Estábamos acostados y comenzaron a moverse las puertas y eso es un indicio de que el quicio de las puertas comienza a pendular y inmediatamente。這個地震是哥倫比亞21世紀以來上大的地震。震央佇個西部教科省，路透社分析，震央是佇個內陸土巴坎兩個河谷附近，所以破壞力變甲真大。目前全國有1600棟厝受損，上無61棟全害去。第三大城卡利甲佩雷拉等城市災情嚴重，救援人員甲志工搶時間，繼續佇個土石堆當中咧挖，希望會當救到受困的民眾。En este edificio hay gente. Como 4 personas atrapadas. Ya trajeron a una, van a traer a otra y también vamos a traer a otra niña. 災情直直咧擴大，死傷人數繼續咧增加。拄宣誓就職無偌久的哥倫比亞總統艾斯普雷亞面對嚴重的考驗，依序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而且暫停所有的行程，親身去到首都波哥大的國家災害應變中心指揮調度的工作。Para proteger la vida, atender a las comunidades afectadas y llevar ayuda a cada territorio que se necesite. 這場地震在附近的委內瑞拉、厄瓜多和巴拿馬攏會當感受到。聯合國表示，當咧密切關注災情的發展，而且煩惱偏鄉地區通訊斷去，會予傷亡的狀況真歹掌握。目前已經隨時派兵提供領導援助，協助哥倫比亞度過這場世紀災難。公視新聞陳偉玲、吳義聰編譯。當來台北市內湖來看早起呢，是發生一陣遊覽車吊車的意外。這駕駛哪像是無注意到彎道的限制，結果去弄到這橋卡的排水管線，車頭全安尼落落。行車記錄器有去翕到這個事故的畫面，規台車呢是安尼直接去弄人的橋卡，了後就卡條咧，袂頂袂動。警方已經排除食酒甲食毒駛車，這車內無乘客，駕駛嘛無著傷。警方也來呼籲民眾免弄這橋卡呢，也是講崩空的時，攏會確認這彎道敢袂使，才通確保行車的安全。另外，閣來看初九的下晡時呢，一個姓吳的查甫人，伊是駛車經過彰化中南路二段，結果煞連續去弄到路邊的2台轎車。這肇事的車輛車頭是弄甲安尼密密麻麻，駕駛身軀嘛有挫傷。警方是有驗到K他命陽性的反應，即馬專案已經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一台紅色的轎車經過駛真凶，結果失控去弄到停佇路邊的車輛。代誌就發生佇初九下晡，彰化縣分園鄉中南路二段，肇事車輛的車頭弄甲密密麻麻，車路嘛攏是汽車的零件殘骸。我當下就攏咧那拖個那，車已經上個拖車頂啊，攏2台，無人啊，啥駛迄人有送病。附近民眾聽到車禍的聲音，趕緊走出來看是啥物情形，隨報警處理。警消接到報案，趕到現場，發現肇事的是一位姓吳90年厝的查甫，人意識清楚，但是身軀有袂少挫傷。進行毒品採樣快篩，發現有其他病毒品的陽性反應。救護人員到達現場過後呢，患者已經自行脫困了。那經那個現場人員檢傷過後呢，只發現頭部有擦傷及身體多處擦傷。擬因操作不當失控，擦中路旁停放2部自小客車，導致駕駛受傷送醫。經警方對肇事駕駛實施酒測，酒值為0，
另實施毒品唾液快篩，結果毒品呈陽性反應。警方表示，這站車禍除了肇事的駕駛以外，並無其他人員受傷。專案嘛依照刑法185條之3，食毒品致使袂當安全駛車罪，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記者楊淑晴彰化報道。再來看刑事局有查到一個牽涉到詐騙的姓沈的嫌犯呢，伊是把家己的徛家當作是毒品的分裝廠，去了這個源頭，結果是查到講是桃園的細區的甲細吳的這個幫派摕毒品的原料給伊，即馬這3個人攏是照違反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等的罪嫌，甲因起訴。警方來到姓沈的嫌犯佇雲林島內徛家敲找，本地要查的是詐騙案，結果發現案外案，在現場敲到袂少袂輸伊托米制毒品原料甲分裝工具，另外閣敲到一個土炸彈，現場警員嘛抓一條。現場查扣電子煙主機、煙彈底座空殼、電磁爐、溫度計等加工設備及多瓶不明液體，經送驗後，其中2瓶液體檢出毒品伊托米酯成分，另查扣土制爆裂物1個及毒品凱達命1包等證物。並將審嫌移送雲林地檢署偵辦。3、2、1。警方買手嘛引爆土炸彈，不過姓沈的嫌犯對炸彈的來源交代袂清，敢若講是其他人寄伊遐。警方閣再深入追查，查到這個姓沈的毒品的頂油是桃園的幫派分子細區甲細吳的嫌犯。台司機一到，大批警力前往桃園平鎮嫌犯的徛家破門抓人，前往桃園市平鎮區與楊梅區等地之幫派據點執行查緝，並將邱顯等2人拘提到案。警方表示，姓沈的嫌犯將徛家當作毒品分裝場，細區的甲細吳的供應以毒品原料，目前3人攏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等的罪嫌提公訴，嘛會繼續查緝更較頂油的毒品來源。記者綜合報道。因為在台南的新市呢是有駕駛熊羊型發作，所以規台車完全攏無減速，就安尼弄紅燈，而且閣去弄這平交道頭前的紅門頭條啊。另外，在台南的永康呢是有車輛安尼半暝半停佇咧路中央，警方甲車窗講破，才發現講規台車內底攏是酒味，確定這個駕駛是食酒塞車。轟一聲足大聲，迄陣汽車駕駛咧停青紅燈，民眾看到頭前一台轎車無減速，直接弄紅燈，就尾去弄去平交道頭前的紅門頭條。這件事件就發生咧台南新市的中正路和仁愛街口，車禍弄甲真大聲，互附近攏踹甲半死。警消到場發現車內48歲查甫駕駛和7歲的查某囡仔受傷，囡仔的阿媽棍拿槍互安全帶吹着傷，送醫急救。原來駕駛咧賽車熊羊型，致使車失控。像爆炸聲吧，我兒子是這樣形容的。很大聲。對。有嚇一大跳嗎？有啊，我兒子就說：“哎，媽媽，看他大聲。”我們舉獲報後，立即調派警力前往交通疏導及事故處理，並迅速於晚間8點排除事故車輛，恢復交通，未影響交通班次。詳細肇事責任尚在釐清當中。另外一件是佇永康，咧半暝車路頂懸有一台轎車停咧中央，攏無駛叮當。警方趕到路口，就算大力弄窗仔門，喊甲真大聲，駕駛攏無反應，考量安全，警方尾仔用棍仔甲窗仔弄互破，車門拍開，煞規車頂攏酒味，專案以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發現駕駛人及車內散發明顯酒味，經實施酒精測試，酒測值超過法定標準值。現場予以逮捕。賽車安全和性命是有關係的，若出代志就會真嚴重。台南市警察局提醒用路人，車輛經過交通路口愛減速，嘛愛隨時注意車頭前和自身健康的狀況，較袂害家己嘛害別人。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來看嘉義有一個姓陳的查甫人呢，是因為朋友無願意借錢給伊，所以轉連續2屆偷走了朋友的工廠去共放火。初5半暝時已經放火去燒人的辦公室甲車庫，初7又閣去放火啊！落尾這警方呢是佇個當街抓到人，認為講有可能會閣再犯案，所以目前已經甲伊羈押。這個查甫人初5暗時要10點的時陣，偷偷走入去朋友的工廠內底放火燒人的辦公室。消防人員接到通知了後，聯名趕到現場將火勢控制。唔知影是毋是認為放火無成功，伊初7閣再走來到這個工廠放第2擺火，原因竟然只是朋友袂要借錢給伊。5號辦公室點3點，外口先點倒起來，閣裡邊內底點5點啦，5個點讓你燒。7號點外口，因為7號我大門未關。
這個警報沒有響，但是火災響警報。代志發生伫嘉義縣太保市一個5金加工廠，嫌犯是一個姓陳的查甫，因為要做生意，向經營這間工廠的朋友借錢互拒絕，伊心內無歡喜，才連續2屆走來工廠放火。小連續的火警，警方介入調查，佫成立專案小組，將民眾人抓起來。鎖定陳姓男子涉嫌重大，經報請檢察官指揮，於8月8日在陳賢住處將其拘捕到案。工廠外口，員工等咧整理將燒過的物件處理掉，伊嘛愛整理互火燒過的辦公室。2擺火災因為攏有一時拍花，所以無造成重大人員傷亡。警方將嫌犯以違反公共危險罪嫌移送嘉義地檢署偵辦。考慮到連續放火的行為對公共安全的影響較大，地方法院嘛裁准收押。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目前這風颱北海豬呢已經離開台灣啦，也毋過家人講，因為拄啊好是撞到這天文大樓，田寮河水位漲懸，佮加上這海水倒擊，所以廟口的愛樹路昨暗又佮入水啊。市長謝國良是去到現場了解，也來指示這公務處愛加調抽水機來應用。7暗時受到年度天文大樓的影響，家人市愛3路甲愛4路廟口周邊等地勢較低的所在，包括林1路、愛5路、愛6路等路段，因為田寮河水位漲懸，發生海水倒擊，部分路段甲頂仔卡積水，擺檔的進門內只通提早收檔。滿潮這樣淹了，東西會濕掉了，怎麼做？這裡就放着，給它推攤出來。現在是大滿潮，它大滿潮的話呢？水多出去，它就倒灌回來。倒灌回來。對，所以抽不了了。市長謝國良趕赴現場了解狀況，指示公務處加調抽水機。公務處長簡業德表示，暗時9點拄啊好是年度大樓上懸水位的時陣，1點鐘後已經陸續提起啊。除了固定式的抽水機，也出動一台大型會當刷叮當的抽水機來協助。因為這一次的年度大潮，我們另外放了5台總共放了5台抽水機在現場。針對愛四路這一排，我們也有跟大家說，希望大家以後強制要裝這個防水擋板，這一點我們會來宣導。因為暫時進前攏也閣是天文大樓的時期，市政府也會建立電樓警報的機制。未來只要拄到大樓也是電樓，就算無風無搖，嘛會提早發布警示。另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也頭一擺針對這個區域發布大潮水過境的簡訊，提醒民眾甲點頭愛加強防範。記者綜合報道。有民眾佇社群平台答問，講7月尾呢，又閣有中國的樹泥船走入來咱的台北港啊。海巡署長是有出面來回釋的，伊講這是執勤人員的疏失，毋過伊嘛講到這科技的裝備要是無夠周至，總是有漏氣的時陣，所以調野立委是認為講，若陣真正有欠，安尼就愛趕緊來檢討甲改進。佇咧外台北港的八里海沙坡頂頭，有民眾佇咧7月底發現一隻中國的樹靈船，而且佇咧社群平台發文，伊甚至閣講伊觀察3天，當中有中國做的金屬油桶、簡體字包裝的衛生紙、3領救生衫等等的物件，就隨報案。除了這個海防線閣再失去效果，嘛對海巡單位加施壓，要求袂使甲現場相片傳出去，真不滿。代誌過2禮拜外，海巡署出面回釋咧。調查發現，執勤人員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業規定，有人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張署長對此深感抱歉。海巡在科技裝備尚未進一步到位，尚未導入 AI 辨識小目標階段，高標準要求將人力效能與雷達敏感度發揮到極致，仍然無法達成零漏接的目標。海巡署強調，會嚴格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也若根據海巡署指出，去年到今發生29件偷渡案，攏總71人，其中當場查到22案，61個人，人員查緝率有85.9%。只是除了去年5月，佇咧桃園觀音海沙埔登陸的雲南白仔囝偷渡案，2024年6月嘛發生中國的查甫人駛快艇走入去淡水河。那位就講，即馬海巡閣甲完全無法度掌握的原因，提寫好設備無夠完全，伊感覺真不滿。抓機會就打我們預算，這怎麼會不用了？現在來講，他們都在用啊。海防太鬆了啦，有跟沒有一樣啊。這個主委只會每天噴口水了，特別是現在在漢光演習的期間，與其在討論要不要降速，你倒不如說我的旁邊的海防或者空防守好，不要把它當成一個偷渡啊，或者是一個單一事件，因為從5年前開始，這樣的現象其實越來越多。我們在國防部其實都有一些鼓勵漁民啊、一般民眾發現異狀或發現解放軍的軍艦
通報的獎勵機制，那海巡其實也應該建構。巴黎海沙部加台北港離總統府等等政治經濟中心大概敢若22公里。王定宇就提醒，中國利用海浪襲波，一直對咱台灣試探，除了應該進一步強化空中海巡的鑑證力量，人的觀念甲專業性嘛要提升。呼籲有人碰，就要趕緊檢討精進。記者綜合報道。咱外交部駐瑞士辦事處的處長李冠德，才打上任當盤的時間爾，即馬就標出這工會霸凌、亂用公款，甚至也閣有這個假酒賽車的買賣，互人提出申訴。這申訴的內容是落長有100多頁遐爾濟，外交部是表示講已經收到啊，會依法來調查甲辦理。今年 WHA 佇咧瑞士立來華舉行的時陣，外交部長林佳龍第一面帶團去場邊訪問，駐立來華辦事處長李冠德全領陪。We all came here because came here to show our commitment for our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in the public health domain. 迄當陣，李冠德甲規場的來賓介紹咱代表團，怎麼伊互人逼講，2005年 WHA 時陣，為着要請起士都的3位調解立委王正旭、王耀敏甲劉思彬，堅持一日因坐飛機轉來台灣進前安排米其林大餐，互因趕袂到飛機，佫加開上百萬的國家錢訂票。隨後李冠德抑閣只是同人甲外交部講白賊，講是塞車才趕袂到飛機。其實我不知道，因為我們就是一般的聚餐、簡餐的，就是要離開當地了嘛，所以就大家有一個。王正旭講一般自餐，王耀敏是講相關行程攏是外交部安排，不過李冠德伊的經驗若這件，最近有主處同仁提出134頁申訴內容，203件代誌，指控其涉及職場霸凌、濫用公家錢，甚至會牽手隨便佇咧辦事處編資料。另外，李冠德也把啉酒賽車、幾多遍賽車超速，達到刑事追訴的條件，話8個月攏無回復，和瑞士警方兩邊來關心，有損咱外交形象。我們要求這件事情，外交部的調查程序要立刻開始，並且明確給出調查的時間表，不要意圖船過水無痕，久了以為大家健忘。既然資料出來了那我們現在就是看看這個外交部怎麼來處理這件事情。外交部證實已經受理檢舉的內容，對職場霸凌的部分已經做專案調查小組正式啟動調查程序，其他事項也由相關單位查證依法辦理。記者綜合報道。大同的前董事長吳乃麟呢，去互人查到講，伊在任期間是因為用俗價賣土地來犯着背信罪，連利息是攏總欠大同1億8千萬，即馬伊煞一個月敢若還5萬塊爾，這錢還未還了，閣會當退回官收。大同這方面是表示講，這是因為雙方要敲袂好勢，按算8月底會閣再敲一屆。前民進黨秘書長吳乃麟佇任職大同董事長期間，因為用真俗價值賣土地，互人判背信罪定案，連利息只欠大同1.8億。不過大同佇吳乃麟敢若還750萬，就由委任律師同意退回官收。大同正是7月16日甲吳乃麟的還款協商破局。還沒交定，是不是一直拖延？不會，我們會壓迫他們，盡量能夠提早跟我們一起協商。基於促使這個債務人出面協商清償債務的管收的目的台灣公司在當庭應這個法官的訊問就先行的撤回了管收的申請。知影不完大同對土吳乃麟借款流芳真濟，民眾黨立委洪耀祥批評大同專款授權予律師處理，敢若並對方律師承諾願意協商到退回官收，要求大同交出對土進度規劃。國民黨立委王鳳儀也講吳乃麟提出每個月還5萬，根本地侮辱大同。我們委託律師還是會打電話回來問你啊。當時授權的時候是有全權授權給這個代理人的。這個實在是很扯啊。按照這個還款計劃，是不是要還300年之久？吳乃麟現在已經79歲了，他要還到379歲嗎？協商跟談判它有它的過程跟技巧，這個部分我們要尊重台灣公司啊。蕭基燕回應，目前也閣佇咧協商期，雙方律師一定8月底再次協商。經營險是表示，若是借款人無出面進行協商，會再次向法官申請管收，大同會用強硬手段兌回借款。記者採訪報道。
國際消息的部分，先來看這南韓政府要推出5760億美金，差不多是代表18.5兆的半導體基金，要來擴大三爽甲 SK 海力士等等的業務。其中，這半導體產業園區的一個基地呢，是選佇咧韓國西南部的這個光州一帶空軍基地。總統李在明伊是表示講，希望這南韓的國防部在2008年年中進前，甲這個空軍基地刷好走。南韓並國家資料推動晶片甲半導體等等的高科技園區，6月就宣布這項總價值超過5760億美金的計劃，其中一個國家半導體產業園區就選在西南部光州市的一位空軍基地。 광주 군공항 부지를 반도체 클러스터로 지정하기로 했습니다. 그리고 국방부는 28년 중순까지 광주 기지 기능을 다른 군공항으로 임시 배치해서 광주 군공항 부지가 반도체 산업단지로 조기에 활용될 수 있도록 조치해주면 좋겠습니다. 根據韓國新聞部報道，南韓總統李在明早在青瓦台會議頂頭呼籲，政府各部門要拼速度拍一場死那戰，要和台積電在日本成本起晶片工廠並緊，蘇東市為開工到完工，敢若開22個月。 這個佔830萬公尺四方的光州空軍基地，因為交通利便、土地平坦，基礎建設嘛在頂個月就著選。不過，這是韓美5個共用作戰基地之一，任何清耍的計劃攏要和美軍協調。另外，光州空軍基地閣和民用機場走共一個跑道，當地嘛要伫10月為這個計劃舉行電風公道。 그리고 임시 배치 이전이라도 군공항 인근의 부지에 산단이 조기 착공할 수 있도록 최선을 다해주기 바랍니다. 물론 전력 용수 공급 계획도 차질 없이 준비해야 됩니다. 南韓另外 AI 算力需求大大增加，各國政府甲企業嘛隨的分化資料中心。回答車站宣布，已經和貝萊德高盛等等6間大型金融機構合作，會推出運算用子平台，為 AI 基礎建設摳超過5000億美金的第三方資金。回答執行長吳良勳表示，這個平台會提供客戶一個成人的利率，加一個大規模的專用資金池。公司新聞王如梅編譯。 來看芬蘭甲瑞典之間的跨境火車呢，在長尾40天了後，在8月初10重新開通啊。這條路線呢，唔但讓兩國之間來往會當愈來愈利便，而且旅客閣會當對瑞典搬車去到挪威，也是講落南落去到葡萄牙，來擴大芬蘭甲規個歐洲的鐵路連通性。 70透早，芬蘭國家鐵路 VR 列車在奧魯車頭停靠乘客，準備開往瑞典的哈帕蘭達。這條路線在暫停要40天了後，頭擺重新開通，乘客嘛在出發進前把握機會翕相做紀念。Historiallinen asia, että se on nyt tämmöisessä toki hieman vaatimattomassa muodossa vain vuoroparilla. saatu takaisin, mutta haluan olla sitä todistamassa. 目前這條火車路線，逐港雙向各開2班，佇芬蘭奧魯甲瑞典哈帕蘭達之間來回，車程大約100分鐘。火車沿路駛芬蘭西海岸，對奧魯出發，沿路停靠3個芬蘭的境內車站，了後佫下過瑞典的國界，來到終點哈帕蘭達。芬蘭交通部長雷納佇托爾尼奧站上車，見證這項浪費40天的跨境鐵路服務的歷史時刻。Now that we have this land connection between our countries, it's about security, it's about the future, it's about economy, it's about our future in the big picture. 這條路線在1988年捌停駛，原因包括乘客人數無夠，以及芬蘭的軌道跨度甲歐洲標準無同，乘客愛在哈帕蘭達轉車，才會當繼續南下的車程。跨境鐵路重新啟動，除了恢復芬蘭甲瑞典北部的交通往來，乘客嘛會當轉坐其他的列車，西前往挪威，南經由斯德哥爾摩一路探到葡萄牙。No reopening, yeah, after almost 40 years. So in that sense, I think it's pretty important, and it's a signal that we want to be connected to Europe. 列車駛到終點站哈帕蘭達，受到大批民眾熱情，以芬蘭甲瑞典的國旗來迎接。對芬蘭來講，這座跨境的列車嘛向定芬蘭重新拍通，通歐洲的陸地路線大門。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
當來關心咱國內這數發部呢，7月是來公布公務出國自通訊設備管理須知，規範這公務機關人員出國的通訊管理原則，提醒講避免使用這公共的 WiFi， 也是講公共充電站。去到高風險地區，就要用這臨時的設備加小號。治安署有同時表示講，這防護原則呢，一般民眾嘛會當參考。今年5月，美國總統川普去拜訪中國。根據外國媒體報道，這期間美方實行所謂封鎖，袂使使用個人手機攏愛用臨時設備，顯示對治安的重視。咱國治安署嘛有定公務出國自通訊設備管理須知，在8月11召開記者會，提醒公務出國愛落實治安防護。出國進前，除了愛先確備精神防毒軟體，去高風險地區愛用臨時設備甲小號。出國嘛愛優先使用電信漫遊，禁止使用公共 WiFi 甲充電站等等。在國外一律呢就禁止連接不明的 WiFi 哦，一定不要使用公共的充電站哦。那因為有很多的攻擊手法是用所謂的 juice jacking 哦，就是在充電座裡面安裝一些透過充電座來植入惡意軟體到你的手機裡面哦，所以如果要充電，一定要使用自己攜帶的一個通電裝置。治安署嘛提醒，回來台灣以後，設備攏要重新掃描海關原廠設定。治安署表示，一般民眾甲企業攏會當參考這個治安防護原則。不過，真濟民眾因為有網絡需求，出國會使用介紹較俗的eSIM。治安署建議優先使用國內3大電信業者提供的eSIM，避免使用中港澳品牌提供的eSIM服務。淘寶啦、拼多多啦等等一些大陸的平台，就去採購那邊的eSIM，我想盡量避免。那使用一些是包括歐美等等相關比較知名的大的eSIM的平台，這邊是比較安全。治安署表示，根據治安廠商的研究報告指出，全球智慧型手機用戶2025年受攻擊的狀況是成長29%。後續針對eSIM的部分，嘛甲 NCC 討論出會當信任的參考名單，打算上近1個月內會公布在治安署的網站，讓公務機關甲企業民眾攏會當參考。記者盧尚珠、鄭俊佑台北報道。國家海洋研究院有2隻100噸甲300噸級的這個海雕船，經過6屆的流標呢，尾手是台船去標着。即馬經過2冬的起造，8月11是用畫家陳定波老師的名來替這2隻海雕船來舉辦號名落水的典禮。總統賴清德是強調講，未來這2隻船會用來強化咱台灣周邊海域環境的調查。現在我正式命你的名為陳波101，就用畫家陳定波的名，總統賴清德為台灣頭一批國造的海洋基礎資料調查船正式號名做定波101甲102。這2隻分別是100噸甲300噸級的船艦，未來將會擔起咱國的各項海洋調查研究任務，豐富海域的基礎資料，提供政策制定的參考。除了各式各樣剛剛大家看到的這些儀器設備之外，在船上還設有各種的實驗室跟儀控室，能夠提供樣本收納跟研究環境，可以在海上就及時的分析、處理、計算跟保存。國家海洋研究院執行的海雕船起造計劃，經過6屆流標，這2隻船尾手是台船標着，用2年的時間才完工。總統賴清德強調，面對中國在咱台灣海域各種侵門大戶的行為，咱的人北海洋將壓抑強化咱的實力，才有法度對抗威脅，保護國家。持續提升台灣的海洋治理以及災害應變的能力，特別是近年來，中國透過科研船、海警船以及認知作戰，進行各種灰色地帶侵擾，影響區域和平穩定，再提醒我們，唯有更完整掌握自身海域環境，才能夠維護國家安全。這個海雕船計劃攏總要做3隻船，現在定波101、102已經正式號名，按算明年第2季交船。上大隻4000噸海雕船是新加坡的公司標着，按算明年開工。海委會表示，未來調查船隊會愈來愈完善，一步步建立咱國對近環到遠洋的海洋調查能力。記者柯家族邱超雄高雄場報道。漢光演習今日已經是第7天啊！來看陸軍航特部601在桃園地區呢，是來演練直升機、野戰加油。這烏鷹直升機也有阿帕奇等等攏有出動。另外，咱國造的這天宮3型的防空飛彈車呢，今日是有8台在新北市五股河堤公園來進行防空演練。烏鷹直升機在空中射苦練，掛油籠送去桃園的戰術位置，就趕緊離開。
接落來陸軍航特部601旅空中主力獻身阿帕奇攻擊直升機 OH-580戰超直升機緊急降落，現場演練野戰加油。今年操演強度升級，特別更較困難的狀況加上，直升機必須愛離戰場前線無偌遠的所在，場地空間有限的區域，甲這個武器添一寡油料。阿帕奇戰超直升機鬥陣甲飛彈裝起嚟，裝地甲火飛彈反制強軍的戰車，加油加了後，直升機趕緊飛去天頂，倒轉去前線作戰。如果共軍登陸的話，或者共軍在海岸線的話，那因為我們的前線的位置跟共軍的位置不但很近，因此如何在很短的時間找到一個臨時勉強可行的地形，迅速完成掛彈增補，對於陸航戰力的維持來講就非常的重要。咱國軍防止強軍空襲首都，加強演練防空飛彈車的機動部署，那軟炸率提懸，嘛增加戰場的存活率。今日天京3型飛彈車11嘛佇咧新北河堤公園現身，引起關注。國造的天弓3型防空飛彈，在今年的漢光演習上禮拜首度現身台北市後，公司新聞獨家直擊。本週天弓機動部署到新北五股，共有多達8輛的飛彈車移動到戰術位置，扛起大台北地區的防空重任。這樣子的做法就可以分散它的火力發射單元，還有雷達偵測單元以及這個指揮管制單元。那這樣子可以形成更綿密的一個火網。戰前階段，國軍戰甲車恐驚會啟用攻擊，機動保守小組接到分百架車嚴禁升燈，半暝趕去高雄地區，利用燒錢的浪芳趕緊搶修。宜蘭地區嘛無記強軍登陸，分百架車意外發生故障，部隊緊急調派救濟車來到3工，含2點鐘內恢復分百架車的戰力。另外，國軍針對部隊若出現真濟受傷的人，演練受傷了後送去收容點集中照顧。面對醫療已經飽和的時，可見部隊敢有應變的能力。外國媒體嘛真關心這擺漢光演習，警告講新竹空軍基地離中國敢若144公里，恐驚會叫強軍看作是早就要用予火化的軍事基地，在咧24點鐘內就會失去作戰的能力。每一個空軍嘛有對策，今年演練跑道搶修，維持反商戰機的作戰能力。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經濟部、教育部，也有虎尾科技大學是做伙來合作，重新來規劃已經停辦的環球科大的校地，要來做 AI 無人載具的研發基地。未來呢，嘛會進一步來打造無人機產業新創園區，正做是一個對研發、測試一直到生產的產業聚落。為了要甲無人機甲 AI 整合，經濟部甲教育部最近佇虎尾科技大學舉辦無人機 AI 新秀培訓專班，希望透過450點鐘，分做初階、中階甲進階的專業課程，加入產學綜合，用人工智慧、無人載具甲智慧製造等領域的課程來培育更較儕少年人進入業界。希望他們能夠願意來反覆的驗證，然後讓這個我們的無人機的這個產品能夠成為一個非常可靠的一個可以銷售的產品。還希望透過課程、透過實作、透過企業參訪、透過企業實習，最後一個階段會幫各位媒合工作，使各位真正有機會進入無人機的產業。虎尾科大表示，這屆人才培育專班敢若收20個學員，佮甲14間企業合作，提供實習的職缺，佮透過地方面代爭取串聯政府的政策、產業的需求等，為了要將原本環球科大的校地轉型打造一個無人機新創的人才培育基地。跟教育部、跟經濟部做這樣的溝通協調，讓環球科大這個校地再利用。所以未來它會是一個 AI 無人載具的更極具重要的一個研發的這個測試的一個基地。中央為着要協助雲林發展無人機的產業，會繼續推動 AI 無人機產業園區，打造完整的研發、測試、驗證甲人才培育的基地，讓雲林的少年人唔免離開故鄉，就會當佇個在地投入高科技的產業，發展家己的事業。記者綜合報道。行政院有來推動能源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頂禮拜三已經佇法院初審過關啊，也毋過環保團體煞是真不滿，因為這當中第10條指示的用電大戶條款呢是有大讓步的，所以因是去到立法院抗議，批評講這是假修法。假修法，真放水。
能管法退回重審。這環保團體代表在立法院外口準備水桶，批評頂禮拜三初審通過能源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根本是咧放水。其中第10條指示有2大所在來做放電，新制度敢若適用新式甲正式的用電大戶。若現有的無受到影響，原本是要規定用電大戶應該家己按自備的用電設備，也閣有都能設備2項攏愛做，即馬煞改做是自備的發電設備或者是都能設備，變做是2項選1項。大部分的意見認為說，既設的廠址在有限的空間之內，很難再繼續增設相關的設備了，跟我們現在收集到的意見蠻符合的。那我們是基本上是支持這個修正方向。委員提出的修正動議，直接把工總的訴求複製貼上，這過程只花了短短3分鐘就快速通過。很明顯的，這些溝通對象只有產業界。款批評，若是照原本的版本，契約容量5米以上的用電大戶，不管是新設的還是現有的，攏有包括在內，會當包括4成用電達成收發的初衷，強化能源需求面的管理，推動深度節能來提升能源效率等等的目的，即馬來並盤，甚至無規範自備電力，愛優先使用再生能源，讓人就希望。推動國家電網韌性的時候呢，可是我們就卻留下一個非常大的這個高碳能源的一個破口。那這樣子自己的我們國家的這個能源轉型的政策其實是自相矛盾的。目前契約容量5米以上的用電大戶，估計全台灣700多間，排除病院、學校、公共運輸等等，剩400多間，主要是半導體、資料中心、石化、鋼鐵等等的產業。初審的條文敢若針對新式甲正式的用電大戶，條約的立委有強勢受到影響的產業減少。那款團是希望會當退轉去中審，甲新聞完成進程，也無得到經濟部的回應。記者綜合報道。台灣郵政產業工會，也閣有台灣鐵路產業工會，對這長期以來卡手無夠，也閣有公司管理的問題是真不滿，所以早起是去到交通部抗議，要求主管機關着愛思考安怎來改善兩間公司的問題，或者員工會當有真好的上班環境。交通部管理失職，交通部管理失職。送陳情批代替產業工會甲台灣郵政產業工會向大股東交通部表達卡手無夠，也閣有對公司管理問題不滿。佇中華郵政的 A7 郵政智慧物流園區工作的第一線人員，閣講 A7 佇咧營運進程，這機器的良率不好，基站的主管煞甲頂管隱瞞。主管為了掩飾他們的無能，為了掩飾機器的問題，強迫勞工在週末出來加班。沒有錯，你們沒聽錯，他就是強迫我們加班。用更多的人力去硬扛，來幫無能的管理階級擦屁股。代替產業工會嘛用實際例來質疑，並且化了後內部的資訊的團，也閣有頂管甲下骹溝通有問題。我們最近列車長要有新式的9冊機器上路，結果所有的車長是到了現場才看到的，所以這表示說，這個整個交通部或是公司，從大的政策到非常細微小的變動，其實員工都是到了現場才發現，員工都是最後一刻才知道。交通部派2位科長來接受訂正，2個人攏表示講會佇咧確定訴求了後回復2個工會。我們還要再做研議相關的法令。對，回去我們會檢視你們的訴求，然後依照相關規定來回復。 2個工會一度質疑交通部無法度派出會當直接來回應，更較關鍵級的官員來接受訂正。不過嘛是希望交通部會當聽得到因的聲音，解決2間公司基站管理的問題。記者綜合報道。 來看一份主計總處公布的上新薪資的統計，這勞工呢6月平均的薪水是49343塊，也毋過甲中位數相比呢是差了1萬塊遮爾濟。而且今年頂半年有7成的新勞，因的薪水呢是平均猶閣較低，這比例也創新高的記錄。主計總處是表示講，這主要就是和外籍移工，也閣有部分工時員工的人數增加有關係。 主計總處7月公布上新的薪資統計，結果顯示6月份全體封稱的員工經常性的薪資平均數達到49343塊，年增3.18%。另外，經常性的薪資中位數是39453塊，這中間的爭差超1萬塊左右。沒有，怎麼說？因為，比如說當服務生。 我們最高也領到3.65萬左右。民生消費太高，物價都什麼都飆漲，然後給的薪資幾乎都是月光族了。另外來看，頂半年1月到6月全體封稱的員工，
新竹的平均數是48981塊，創下6年來新高。啊，毋過上時比平均數佫較低，員工比例是達到70.03%，創下新高。也就是講，有7成去用請的人，薪資攏無達到平均數。主計總處解說，因為外籍移工也佫有部分工時的員工的人數快速來增加，所以比平均薪資佫較低比率受提懸。1、2年來，我們的外籍移工在台的外籍移工人數確實有很明顯在增加，因為最近缺工很嚴重，所以現在勞動部的政策比較朝向說，在這個數量上面來講，它就會比較鬆綁。他們大概就拿最低工資，所以它這個人數的增加，確實會使得低於平均薪資的這個人數的比例會增加。學者講，本國籍專職的收入者比平均薪資佫較低比例受減少，連同主管單位的看法，啊，毋過嘛點出6月份平均薪資甲中位數的爭差，確實顯示產業薪水的爭差是愈來愈大，也佫有企業內底少數人薪水的爭差愈有愈大的現象。半導體或者是電腦及消費性電子製造業、金融業等等的，這個月薪的中位數都可以來到5萬元以上。民生服務相關的產業哦，中位數呢大約就是落在3萬6千元。市場嘛，煩惱科技業聲人的效應增加，長期以來產業的發展會無變棒，所以科技業獨強的現象嘛，反映佇咧資本市場頂懸。昨日台股是安尼起起落落，早盤開價了後，直落到44652點，尾啊才佫叫救轉來。啊，若是台積電是開價行懸，盤中上懸來到2395塊，繼續是甲大盤驚嚇掉。記者綜合報道。創世基金會伫個假期呢，有照顧2000多個植物人，也閣有重度失智的時代。也毋過因為這床位是無夠額的，所以長期攏是客滿的狀態。這屆這基金會甲企業是做伙來合作，推出公益兒童局，希望民眾會當鬥陣來支持，幫這植物人伫個假期起一個新的元素。我知道我的夢想是什麼啦！是什麼？我要去布蘭梅小鎮唱歌跳舞給大家聽。舞台頂4隻動物角色互相鬥相共，這是如果劇團的精彩演出。這出戲是布萊梅樂隊改編自格林童話，講4個互人放肆動物互相鬥相共，走出困境的故事。創世基金會講，家己有2388個植物人甲嚴重失智的時代。不過當地安養伊的床位無夠，真欠缺照護的資源，所以因這擺甲企業合作，推出公益兒童局，希望會當募集去新醫的資金。其實我們的嘉義創世的嘉義，現在的縣址其實有一個舊院，它其實在民國91年就成立了，但是呢，它只有22床，那常年滿床，所以我們才在這幾年積極籌建我們的新院。那我們的新院呢，預計可以服務90床。可以幫助90床的一個弱勢的一個家庭。創世基金會已經成立40年，長期透過安養醫甲專業照護，減輕植物人家庭的負擔。這擺加入公益合作的企業代表表示，希望落實企業的責任，減輕植物人家庭的負擔。我們也希望能夠盡我們一些企業責任，來為社會盡一份心力。那創世基金會呢，它是長期在關懷的一些植物人跟弱勢的家庭。那我們覺得是植物人的照顧，它是本來就希望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基金會講，這擺公益兒童劇9月28日會佇台北市親子劇場演出，民眾會當買票支持基金會佇家己起植物人新醫，用看戲的方式做公益，幫助植物人家庭。記者郭正王志剛台北報道。在宜蘭縣內有真濟文化資產是因為牽涉到私人的產權，所以文化局是無通好定出一個管理甲維護的計劃。親像李夢楊之夢，也閣有員山鄉大沙口的林體等等。所以有文書工作者是建議講，這文化局應該愛甲所有權人加溝通來培養信任感，安尼才有機會通好解決問題。車頂的田林有一座夢園，算是文化資產。宜蘭市宜蘭紀念李夢楊之夢，指控二事就講過早決定告捷，不過後心結小發現交代也無管理維護計劃。員山鄉大三口林甲2001文主成分就已經公告，交代已經超過20棟，嘛後心結小發現交代無擬定管理維護計劃，這宜蘭文化資產攏因為私人產權和公權力而介入管理，還是修復。那年的時候剛好是蔣渭水在推勞農兄弟團結。然後他的店就在哪裡啊？修復歷史古蹟，立德間永安宮的葉永孝聊聊講來，在修復過程當中，發現廟內有甲蔣渭水有關係故事，伊過去真濟涉私人產權的文化資產修復，除了永安宮，閣有同業佇立德舊街的里程碑等等。伊講撇步就是加溝通，得到所有權人的信任。那慢慢透過在那個做這種調查研究過程當中，慢慢的大家取得共識。
葉炳紹建議文化局在解決文化資產涉私人產權的問題，在調查研究過程當中，要加了解所有權人的想法，才有機會解決問題。宜蘭縣文化協會表示，這私人文化資產既然經過專家認定，派文組的身份，縣政府就應該負責任協助。若要囥來互拍遠，就會互社會對文化資產產生更較儕負面觀感。你指定的古蹟、指定的歷史建築有這個身份，可是卻沒有任何事情，好像我私人的財產要自己想辦法這樣子。這會其實是對社會的觀感其實是不好的。針對有私人產權問題的部分，朝向這個所謂的古蹟或者限定古蹟或者是歷史建築的這個的保存，然後來做努力。縣文化局表示，李望用之望管理維護計劃已經送文化局審查，大山口評價因為所有權人的產權也是有糾紛，目前無具體進度。針對這個涉私人產權的文化資產，會加溝通向保存受害方向拍拼。記者綜合報道。舊年7月就要到啊，佇屏東東港的東龍宮呢，是有2隻船，互這船頭家拖去到廟埕頭前來進行正罕咧看到的淨船儀式，要來祈求出入平安。互咱落水喎，平安順遂。2台快艇停佇廟埕，船頭向王爺，班頭提壺仔順船邊行，開始進行淨船儀式。因過大多數的漁船仔落水，是請媽祖就船鎮守。這屆是直接把船仔拖來東龍宮。頭一屆看到有人咧淨船，廟方和民眾感覺趣味，就舉手機仔翕落來。民眾攏表示真正毋捌看過。你捌看過這無？毋捌呢，歹勢。毋捌啦，啊你捌聽過無？毋捌。一般人知影車攏會坐駕，遊的船車我都毋知。因為我本身是王爺公啊的虔誠的信徒，伊領王期間我攏佇遐做志工，啊人生好不容易甲買一隻船，啊一定愛經過咱王爺公的加持，假使做遐有香的茶啊。閣有一條彩帶。原來船主本身就是王爺的信徒，平常時有佇東龍宮做志工，買這隻船了後，就趕緊拖來淨船，希望出入平安。東港東龍宮算南部大間的廟宇之一，有足儕信徒攏會來參拜。除了民眾的祭改，傳統風俗，若要新車，就愛到廟認淨車，保庇順遂。不管是千外萬的跑車，甚至是怪手，攏捌來過。逐年逐個就攏有啦，有也看新車，就買來這王爺來這。淨車，總共會當有時會去佚佗，這7月份去佚佗，所以個定甲鄉委會定真正的安尼。廟方表示，只要有需要的，像囡仔的腳踏車、遊覽車，攏會當來。但是廟方嘛提醒，7月時啊，大部分的神明就會暫停問事祭改。記者柯明哲，屏東報道。來看日本的行動美術家是用日本的布志具講故事這個方式來寬帶表演，對家人上花呢，到大約1個月的時間啊。最近是去到南投的表演，希望會當讓這台灣的囡仔來看到這紙志具，來傳達台日的交情。それからずっと待っていますが、曇りはやってきません。8日早起一埔里有一場特別的演出，來自日本的木拉扎樂團操作木諾西巴講故事給在地人聽。因為小時候都在那個漫畫跟動畫裡面看到這種卡米西巴，所以第一次看到真的演出很開心。然後也希望他接下來的旅行能順利。很有趣，希望下次可以再看到。一開始就是講日語，我看不懂，只要後面有翻譯，我就看得懂。想要表達說，朋友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然後還有你在找一個東西的時候，不要放棄，堅持下去。木諾西巴是一種用手工做的布，呈現故事劇場，結合現代和傳統日本街頭講唱藝術。日本木諾西巴表演家木馬拉樂團，這擺來台灣進行3個月台日國際文化交流。1月日前，對家人開始騎腳車環島，一路落南，希望沿路表演給幼稚園的囡仔來看。伊講有這個想法是因為疫情期間兩國互相幫助，伊嘛感謝規路甲伊幫助的台灣人。畫布當中的中文是來到埔里，由朋友鬥相共加起來的，希望方便在地人理解故事的內容。言葉が分からなくてもみんな見てくれます。台灣で紙芝居を楽しんでもらいたくて。こういうものを持ってきました。努馬拉瓦桑講，伊是台灣的環島旅行，佮剩2個月，伊希望會當去佮較濟幼稚園來演出，刷落去會落南去台南高雄，嘛希望有興趣的幼稚園會當通伊聯絡，伊希望會當透過表演，把兩國的交情傳達出去。記者安修南投報道。
日本東京有來舉辦一場真特殊的音樂會，這台頂的 DJ 呢是一個有漸凍症12冬的患者，伊是用這目睭輪去追蹤甲腦波的感測來控制音樂突破身體限制。這場以靈魂帶動的音樂會，台頂的 DJ 是一位漸凍人。伊雖然無法度隨音樂搖動身體，也毋過全場的氣氛音樂，甚至伊外套上舞動的機械手骨，都是以腦機界面控制。2014年只有27歲，有藤匠英原本是一位事業愛情攏得意的東京大型廣告公司業務代表，不過命運煞佇這個時陣，互伊艱苦考驗，互伊發現家己得到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 ALS， 也就是俗稱的漸凍人症。12年了後，有藤已經失去講話甲自主能力，也毋過伊的女朋友一直陪伴佇伊的身軀邊，兩個人後來結婚，也生2個查某囝。佇有藤的創作內，也不是會當看到家境生啊。実はこのフラワーは家族を描いたものなんですよ。這是有藤佇因為氣管手術無法度講話進前，就錄落來聲音，方便即馬用來做成語音。即馬伊透過目睭電追蹤科技，那會當電腦畫圖拍字，也會當甲外界溝通。ALS になって誰しもが有限な時間の中で生きていることを痛いほど突きつけられたような気がしたんです。そこから今日まで一瞬一瞬の時間を無駄にしないように、今の僕に生み出せるものやアイデアを形にし続けてきました。在這場無可話題、全部以靈魂控制的音樂會上，有藤將大腦科技甲舞台表現完美融合。在這個舞台頂，伊也以腦波成功控制一隻無人機，所以在場館頂面時，有藤匠因用感性甲腦波科技拍開漸凍人的肉體枷鎖，也為無數的朋友點到希望。伊的樂觀甲無受限，也使這個故事隨音樂為東京換過國際，向世界證明生命無極限。公司新聞安東梅編譯。要拿下晡晡的天氣，所以咱繼續把時間交互湯啊。今仔日因為低壓帶以及西南風的關係，台灣中南部地區、東南部山區以及澎湖、金門、馬祖有局部短暫陣雨，也是離光雨。中南部地區也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會，尤其南部地區要注意可能會出現在淹時大水雨。以上是這個中島新聞，感謝你的收看。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咱再相會。